专台大罢免风波面对第一阶段32-0的国民党，当然准备以推杀反废死的公投，搁再另外开战场。即阵也传出民进党中央也要伫3月中了后，以总预算为主题去专台各地来宣讲，准备大罢免的第2阶段。 大罢免专台探烧各地选区立委罢免案，陆续进入第2阶段。走投无路，公民团体发起罢免民进党新北立委张宏禄。虽然第1阶段还未通过，前一日紧急补件，佮继续为第2阶段做准备。另外，三度危害团体发起的罢免国民党台北立委王宏维，也为第2阶段做准备。加设机动联署站，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持续的聆听这个板桥西区选民的声音。那也想知道说大家对于张宏禄还有哪些不满。 也预告我们第2阶段的联署即将要准备开始。我们3月13号开始之后，每一天都会有联署活动，为期60天。那2阶的门槛是27000，我相信这个门槛对我们来讲应该是非常有机会过关。 目前有32名南亚立委通过第1阶段提议，根据中选会公布采配中投进程，有19案完成领联署人名册，展开第2阶段联署。国民党后一步建议公投罢免各地选港，立兄也传出要伫3月中旬下乡选港总有选，感觉为罢免加分。目前的一个结论呢，就是反废死的公投。那至于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议题，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各个选区的立委都有分别在安排地方的问政 说明会，民进党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来对于罢免以及这些公民团体提供必要的协助。那同时，我认为行政单位也应该要下乡宣讲，让民众了解。在不同的政党之间，如果说有相互合作或者是协助的必要的话，台湾民众党都会以最大的善意跟诚意敞开大门。 民众党强调保持开放态度。目前公投法定日是今年8月23举行，等于拿赢，爱伫5月中旬完成相关程序。根据了解，上紧伫18会提案排入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赶伫5月中旬送入中选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